佛山網嗱，今日晨7咁早，我哋收到佛山禪城張槎嘅何女士報料，就話佢11號傍晚6點幾，自己年僅10歲大嘅仔小輝呢，就同2個同學仔喺屋企附近玩，到咗7點幾鐘，何女士睇到小輝居然呢揞住受傷嘅頸，就走翻屋企求救喎。何女士當時嚇到呆晒，諗到底小輝發生咗咩事呢？謝愛欣去當地睇睇。喺佛山嘅張槎醫院嘅病房裏邊，我哋見到咗年僅10歲嘅小輝，只見佢頸上包住厚厚嘅紗布。經過連日嚟嘅救治，目前小輝已經脫離咗危險，暫無大礙。但講起嘢上嚟，仲係有啲吃力。法醫度過有六公分，縫咗10針。媽媽何女士就話，事發喺11號傍晚6點零鐘，小輝話同2個同學出外邊玩，但冇諗到咗8點零鐘，小輝揞住條頸跑翻屋企。我個仔自己跑翻嚟咯，揞住個頸跑翻嚟。個網吧老闆娘有4個大人喺度，佢都制止唔到嗰個人割我個仔。據小輝講，當日2名同學邀約佢到學校附近一網吧度玩，因為擔心父母會鬧，所以就唔敢話俾大人聽，自己就偷偷前往啦。去到網吧之後，2名同學已經喺度玩緊電腦，見狀小輝要求其中1名同學讓位俾佢玩，但冇諗到。我叫我同學走嘅，又沒叫他，到來就拿刀出來了。隔籬嗰個即係攞刀嗰個斬人嗰個，佢以為係嗌佢，我仔本身唔係嗌佢噶，佢又起身攞刀架住喺度，然之後我仔可能驚啊嘛，掙扎，佢一拉過嚟。那老闆娘把我拉開了，後來就被老趕出去了，我就跑回家了。2同學還在那上網。家屬話，對方居然為咗咁少嘅事持刀傷人，而令到佢哋更加意想唔到嘅係，傳聞行兇嘅仲係同小輝同一間學校嘅學生。嗰2個學生話喺學校見過，就暫時認唔到。認識那個割你的那個人嗎？不認識。有沒有見過？沒有。記者今日再次嚟到事發地，涉事嘅網吧位於一間簡易嘅平房內，門口並冇任何招牌，四周嘅窗口亦都已經鎖上。而提及到當日嘅事，有街坊就咁樣同記者講：他說現在小孩子這樣子，為什麼都沒人幫他報一下警？對啊，不是那小孩子會走路的人，但是他就不救不及，還有不報警。而關於行兇者嘅身份，一名自稱係小輝同學嘅男生就咁樣講：那個人罵了他一次，那個人，他罵了那個人，罵了那個兇手是吧？為什麼罵他？不知道。罵了之後呢？罵之後他們2個打起來了。打起來了。然後呢？然後那個人就拿刀割他們。割人喉的那個是誰？我不知道，反正5、6年級的聽人說。隨後我哋前往小輝就讀嘅佛山張槎村尾東方小學。學校政教處嘅一位黃主任同記者介紹話，事發當晚接到派出所嘅電話之後，佢第一時間趕到現場。警察叫我過去，我就過去了解一下情況。他大概的跟我們說，就說也沒有其他的。他就說，凡是要，比如說，要找到學校的，要有些要配合的，我們就配合。當晚我們去到的時候，就確認我們的小孩沒什麼事了，沒什麼大了，我們就放心了。至於其他嘅情況，校方就表示唔太清楚，有待警方嘅調查。至於有學生前往網吧一事，學校就咁樣回應：小孩未滿18周歲是不可以上網的，啥的這些，只能是跟家長多聯繫，就是多溝通。其實呢，教育這個東西要3方進行結合，社會、學校和家庭。對不對？然後呢，我們通過這些事情呢，也再次的跟學生加強教育吧。今日下午，記者從禪城公安處獲悉，接報之後，警方已經成立專案小組進行偵查，嫌疑人仍在全力追捕當中。另外，事發之後，警方已經查封涉事網吧，相關人員亦都已經被控制。目前案件有待進一步調查。嗱，家陣先希望警方可以盡快調查清楚，睇睇到底點解會出現咁惡劣嘅行為。而此外學校附近有黑網吧存在，呢個問題同樣需要公安部門進行打擊啊，做嘢啦嚇。